进来吗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到了。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的确很有新意。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。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。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。郑氏集团怎么能拥有7%的股份？这事儿你事先不知道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，应该是恶意收购。宋总珠，这是最新的专项册和海报，请过目。怎么还是宋小小？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？池总，这不是您亲自决定要把他换回来的吗？出去！我让你们出去！
好的，老板。池大爷，你最好乖乖的让我的海报上市，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。想不想挑战一下？取决权在于你，好好想想。以后啊，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、电脑呀，可都得小心点，万一……就是啊，可危险呢。各位，有哪位要与我郝聪明比试的，尽管放马过来。背后落人长短，岂非大侠做派？你在干嘛呢？站那么高干嘛？啊，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。你看啊，这上面好多小虫子，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？哎，阿姨。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，我看了之前的方案，这个钻石匣周边开发的很不错，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。郑小姐，这个钻石匣的 IP 呢，大家也都很想做，可是自从3年前断更以后就没有消息了。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。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，但是……好了。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，没有成不了的事。我要3天之内拿到授权。我看这件事情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。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，交给郝小姐，自然她最合适。诸位还不知道吧？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，还出版过一本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。这可是你的优势，好好把握。但是我是真的不……来，我们给郝聪明鼓掌。韩毅，我给你30分钟，把所有郝聪明的资料发给我。啊，郑小姐，这个时间有点……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，新套餐的定金我今天给你打过去。啊，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好像不太行，你有消息了是吗？啊，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哦 ，OK， 我再查一下。刚摆平一个大魔王，又来了一个女魔头。你没看到，她今天在办公室简直像要吃了我一样。难道是因为迟墨？我跟迟墨假同居的事情被发现了？韩毅，该不会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跟他闹掰了。上一个套餐他居然给我差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老死不相往来，况且那条消息应该值不少钱，我怎么可能把商机这么轻易的泄露给他？那怎么办呢？听这话，小主您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他让我拿到钻石匣的周边开发授权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道上的消息？最近穷，没钱。哎呀，跟我还提什么钱啊？这样，你先欠着。不过听起来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我自己就是钻石匣的脑残粉，当年的盛况跟《盗墓笔记》有的一拼，
只不过3年前断更了。据我的分析呢，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、善良，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。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，富有浪漫情怀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。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他写文猝死的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。老板，郑小姐要郝聪明拿什么钻石侠的授权书？钻石侠？您知道，但是难度有点大。这个作者已经退出网文界很多年了，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。我知道了。喂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给你找到线人了，你哪儿呢？怎么还不来？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我一个人巴巴的站在这太阳底下，别说热成狗，我都快给热成12生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情况有变。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，说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寻人启事，特地告诉我钻石侠的情况。哎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哎，看不得我有难。我说好聪明，你虽然叫聪明，但是你得知道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？怎么就是被人骗呢？他又没有要我什么。